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初8，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蔡英文总统5月20要宣誓连任，早起蔡总统宣布邀请苏贞昌院长继续斗担内阁一担。中国研究发觉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上届无已经变化做30款的形态，胃病日头侦查是200几倍。交通部林佳龙部长表明讲，有按算要款40亿的预算，就去带动国内未来的旅行游览。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今仔日台湾无阁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到今仔日咱国计共是443病例，也已经有355个病人已经复原，解除隔离。但是中指挥官昨嘛宣布，本地室内100人、室外500人会籍的限制，那安全性的评估有通过，就会当有条件来开放了。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没有新增的确诊案例，那累计有355人解除隔离。那今天等于是我们第26天没有本土的案例。好，那在没有本土的案例这样的情况下，疫情在台湾看起来是渐渐的在稳定，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力行防疫新生活。那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台湾开放的程度恢复我们正常生活的脚步，能够加快。再来讲，中国上届新的研究发觉，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尚无已经变化做30款无相同的形态。上届强、上届来，甲较温和的比较起来，甲人胃病日头是差200几倍。另外，查甫病人的精水内底嘛验得到新型冠状病毒。咱国内感染前的医师嘛赞声，讲毋能乱手会传染，因为房事烧胃病，这也是有可能。武汉肺炎目前伫全世界确诊人数是375万多人，超过26万人死亡。中国上新的研究发现，伫6位男性确诊病人的精液内面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对此，国内专家讲，新冠病毒主要是透过喙瘰甲接触传播，不过病毒也可能透过血液传送到规身躯的器官，无排除武汉肺炎有可能透过性行为传播。性器官那个地方其实有受体。所以病毒到我们人类的性器官附近是有可能的，那它还是有可能从精液制造出病毒排出来。另外，中国研究人员也发现，新冠病毒已经突变出至少有30种的病毒株，上有致命危险的突变种类伫咧中国的浙江省、西班牙、意大利加美国的纽约，而且上温和加上致命的病毒株，两种的致命性相差270倍。有可能是有一支比较强的病毒株传到这些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病人比较多，疾病比较严重。那也有可能是刚开始进去的病毒株相差不是那么大，可是因为它传的范围比较广，它就选择出一些比较成功的病毒株出来，然后留在这个社区里面。里面强调，新冠病毒的突变是必然的，因为全世界已经有300万人感染，而且一个伫咧继续扩大，所以提醒民众。伫疫苗上市之前，一定要接水手、挂水罨，保持社交距离，个人把感染管控做好，才能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蔡英文总统5月20特别连任宣誓，行政院的政务官也总请示。早起，蔡总统本身亲身宣布要邀请苏贞昌院长继续斗担内阁一担，佮俄罗伊是护国的院长，嘛交代未来5项任务，包含度过疫情、振兴经济、照顾人民、深化改革、甲建设并进。苏院长嘛回答讲，伊会继续尽全力来拍拼。2020总统蔡英文连任特地要就职，外界真关心内阁的调整。蔡总统早起亲身召开记者会，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有参加。会中宣布苏贞昌继续连任行政院长。苏院长的高满意度是人民对他的肯定，他有魄力、有能力，在未来4年第2任期中，对台湾的未来的擘画，我相信他是我的好伙伴。他是最佳的执行者。从去年非洲地震到今年的武汉肺炎，蔡英文认为讲，在苏贞昌的带领之下，台湾的疫情控制条例嘛是伊上坚强的靠山，而且佮交付包括度过疫情、振兴经济、照顾人民、深化改革，还佮有军行建设5大任务。苏贞昌是感谢蔡英文，表示伊会全力拍拼。
他特别要再一次交代我担任行政院长的这个重任，我深感任重道远。蔡总统这样子交付重任，我只有一句话：我一本初衷，全力以赴。苏贞昌确定上周嘛会开始内阁人事的调整，推测可能是受到疫情还有传闻会兼任民进党党主席、甲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监视过关等等的因素影响，敢若是小可调整。传出讲经济部长辛明德、财政部长苏建言留任的机会真大，外界嘛正好现交通部长林佳龙甲内政部长齐国勇敢是同款。一切的内阁的人事就是由总统依据宪法的职权来决定，尊重总统他就是他的宣布。上级长官他们会去决定，好吧？好，那这个我就不评论。好。针对苏贞昌的留任，汤市长陈文才嘛是去互真侪人点名入去内阁的人选，伊嘛学了苏贞昌的行政团队有行动力，而且嘛讲到包括桃园航空城、亚洲设国计划等等的地方建设，伊相信都会当伫咧苏内阁的支持之下，一步一步完成计划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连续25天拢无发生有人点咱国内去挖着武汉肺炎，但台北市的黄珊珊副市长就讲，市府所管辖室内的场所下礼拜开始就会渐渐开放，啊无清洁到，安养机关也引准民众先约时间去探访亲人。另外，酒店、舞厅等也通经过地方县市同意，就听说搁再开业。不过台中市这边罗秀燕市长是讲，等较慢，再搁拍算。国内连续25天无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7宣布，体育、旅游等等的活动会一步一步解封。因应疫情较热，台北市政府嘛建议后礼拜要公告解封地点。不过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强调，解封的前提是希望中央要甲边境管制收条例，才会当恢复民生经济活动。社区的活动中心目前是有大部分的活动是取消跟停用，那老人据点的课程还有亲子馆。还有我们很多民政局的相关的邻里的活动，目前为止都是暂停，因应疫情而逐步加严，那现在也因应疫情而逐步解封。黄珊珊指出，即摆因为疫情取消的艺文活动、社区活动中心、老人课程、亲子馆等等，后礼拜会一个一个公告开放地点。因应母亲节，这个拜六礼拜，台北市的长照机构嘛按照中央的标准，开放民众有约探视，特别2点钟。不过也是鼓励民众伫厝煮饭用餐，保持社交距离。也就是说，可以预约探视，然后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所以依照中央的标准，我们已经今天正式的通知我们台北市所有的老人机构，但是还是一样要做好社交距离。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去探视了，反而让老人家受到更大的风险。目前全国的舞厅、酒店也在停业当中。指挥官陈时中之前表示，只要业者会当做好防疫管理，地方的主管机关会当稳准恢复营业，但是台中市是无放令。但是如果是室内又非常亲密接触的话，那我们还是要以后再来检讨。谢谢。罗秀燕强调，防疫袂当放零，而且疫情也未完全结束，但是会慢慢让市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当嘛表明讲，有按算要款40亿的预算，都去带动国内的旅行。头一步就是要招观光业的人员，家己先出去佚佗，表现讲个人卫生的保护若做有好，世界游览是真好势。过来第2阶段也会补助出门旅行的民众。总是一切都要尊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大声点头，都会赶紧去安排。即阵因为国内疫情转好，交通部规划要杀出防疫旅游，头一批对象是针对观光产业人员，要示范防疫旅游。除了要进行游览车，也到饭店产业，也希望会使为观光产业人员组一个大线团，希望会使互观光业顶顶下下拢检查一摆。由我们的观光业来就是点火，好，那让大家很安心的这个一方面做好防疫，好，又可以去旅游。那等这个大概1到3个月的时间，是以防疫旅游为主。那同时呢，我们随时都可以推动出全民的安心旅游。总共大概有将近40亿元。好，除了原来扩大国旅的20亿元，还有这一次我们从这个纾困到振兴。还有相关的项目，那一起
来带动。头一批大线团锁定观光产业人员，所落来会针对台湾的民众释出国内旅游的补助方案。不过补助金即阵也未有定案。林佳龙表示，尊公国人旅游的意愿无悬，无排除伫咧旅游的大国释出补助，要刺激市场。若前一阵1968 APP 释出人潮警示的功能，去互地方管团工根本是甲一寡所在点名做记号。林佳龙透露，其实观光局前一阵已经伫咧规划，针对1968 APP 的景点释出防疫旅游。指挥中心也跟各县市政府就这些热点的选择进行增减，所以应该大家有共识挑出来的点那而且显示的方式也是会比较正面的就是提供一个资讯。那我们观光局也在规划，甚至未来针对被可能标签化或误会的这个1968 App 的景点会来推动一个就是1968 App 景点的防疫旅游。另外，交通部也证实，尊公国内继续保持无本土个案的这个好现象，代替甲高铁每回型的订票，也有限制客票，甲车顶卖饮料、食食这寡拢会豆豆开放。不过挂喙暗甲量体温也是爱照起工来做，相关解除的措施也无时间表，即阵就等指挥中心核准了后才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游览，咱也来看用船只咧走家己布袋港和澎湖马景中间这座海上的纳石公路。清明休困出入港的旅客，敢若2300几人，劳动节假期愈少，只有1300多人。比较旧年，人数是减有9成去。但船公司的业者就出面讲，真忙就是忙6月到病情咧探较严重，澎湖地观光旅游会当赶紧搁再热烈起来。民众摕着行李，准备要坐前往澎湖的客轮，因为拄好是拜五，所以坐船的人比平常日搁较侪。有要登去澎湖的民众就表示，甲飞机比起来，坐船的时间虽然较长，但是人口较单纯，对疫情来讲比较放心。应该对机场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危险，对吧？所以才选择搭船。对。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嘉义布袋甲澎湖的纳石公路，伫清明连假甲五一连假的期间，游客明显减少。根据港务公司布袋管理处的统计，今年1月到5月布袋港进出的人数大约是6600多人，无到去年同期的1成。疫情的影响其实对这些船舶业者来讲，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的统计大概少了将近90%的人数，那在船班的部分少了将近75%快80%的船班。布袋管理处表示，对着疫情的平稳，伫袂当出国的情况之下，最近有慢慢增加坐船去澎湖的走向。相信透过疫情的控制，6月进入客路的时间，搁配合着澎湖烟花节的举办，会用互这条纳石公路重新闹热起来。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搁来讲1万块这条扩大救难纾困的补贴，本地台东县的南势乡公所是也无要开放申请，这也引起有乡民咧表示不满。公所的秘书是讲，因为承办敢若一个人员，望讲有接到搁较详细的指示，才要开始受理。啊，毋过经过县政府出面协调，即时开始，南势乡内4个村的村长办公室，拢会当开放申请这条补贴了。政府给咱纾困金发放的申请作业是真复杂。台东县社会处初八早起邀请各乡镇市公所承办人员，利用防灾业务会议，迅速进行说明甲检讨。不过专官敢若村南势乡也未开始受理申请，互咱所有居民真不满。我知道台湾有了，可是兰屿不知道。上面没有给他们那个申请单啊，所以怎么申请？台东县社会处表示，这是收到中央的电子公文了后，就发副本予各乡镇市公所，伫初六开始办理。但是南势乡公所表示会有正本，甲搁较详细明确的听书说明，而且敢若有一个承办人，希望大家搁较清楚的指示，才开始受理申请。我们的兰屿乡公所的部分，对于公文的内容甚至在整个发放的程序上面，还有一些要了解的地方。公文到了，我们还是要去消化它的内容因为很多突然间的一些行政措施，我们不是那么的专业，没受过训，就要叫他们去上战场，也是一种困难台东县社会处表示，已经甲南势乡公所协调，对初八到6月底，南势乡4个村办公室就开始受理民众纾困金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所过来国外来讲，英国为着武汉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不幸过往的有3万几人。上届凄惨的就是4月的时阵，英国政府对外国采买40万束医护人员的防护衫、加医疗设备，有的规价无合，却连用都袂使用得。啊，病情咧拖嘛，拖累着经济的发展。英国的银行当就指出讲，这回是英国内300年来经济上界严重的退步。英国嘅医护人员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上界重要嘅防护装备，即阵有4个册。英国媒体报道讲，政府伫咧4月份采购40万件嘅防护装备，有一寡无下规价，只会当放伫咧仓库，无法度使用。啊，那这设备拢是为土耳其来嘅。英国政府已经证实这项消息，即阵收到6万多领嘅手术衫，有2400领无下当地标准，已经要求土耳其爱严格检查所内要引入来嘅17万件设备，总共也是无下规价，就要求爱退钱。土耳其政府表示，负责出货的是一间私人公司。当地出口协会就讲，利用疫情赚钱有影派生毒性。Çok iyi bir şey değil o anlamda. Belki de merdiven altı bir firmanın ortaya koymuş olduğu土耳其所做的医疗设备有问题，其实是因为英国的疫情严重，医护人员拢急要用这个设备。即阵伫咧英国，当地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人，有超过3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已经排伫咧美国后壁，是全世界第2多。不过，英国政府伫咧当地时间初7表示，疫情已经过高峰期，不过即阵抑阁无法度放零限制，就惊疫情会搁再压起来。The point at which we make even the smallest of changes to the current guidance will be a point of maximum risk. 英国政府强调，就算讲要改变现在的防疫手段，仅仅是调整小可。首相强生是打算伫咧7月提出后一个阶段有限度的放零计划。不过，英国即阵已经封城超过6礼拜，有民众已经制止袂调，开始违反防疫规则。啊，那英国的经济受损害的情形比当地政府想的更加严重。英格兰银行伫咧初7指出，2020年整体经济产出会94%，会是300年来上界严重的经济衰退。I think it's probably unprecedented.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of course, is that there was such a sudden and substantial downturn because effectively the economy was locked down in that sense. So I don't think we've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政府即阵已经投入大笔的资金，准备解除封城的时阵进行经济。不过，英格兰银行预估，经济要恢复的时间其实会比想的更较长，因为就算讲放零限制，大家也是袂使大意，打算明年年中经济活动才会完全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法国的总理5月初7嘛宣布，年尾要实施各地头解除封锁的计划。全国的范围照病情咧团的情形轻重，各有大型病院的济少，分做红、黄、青3色。啊，首都巴黎是算做红色的警戒区，暂时也无通解除封锁咧。法国最近2个月防疫大封锁，要伫咧后礼拜1，也就是11豆豆解除。总理菲利普初7带领内阁团队的成员公布详细解封路线图，全国以病毒传播、病疫紧绷的状况，还有病毒检测能力3项指标，分做红的、黄的、青3种色水的区域。3种色区的小学，还有主要商业活动拢会恢复。病毒传播也是真流行的红区，虽望民众会当伫咧100公里的范围以内自由出入，不过也是必须要遵守相关规定。中学还有公园嘛是继续关起来，青区隔感染率也是维持甲真好的话食，咖啡厅、餐厅，还有中学6月份就会当开放。En Île-de-France, compte tenu de la tendance qui reste bien orientée, nous pouvons déconfiner. Mais le fait qu'il reste du virus en circulation, 政府也是呼吁各行各业上好也是互员工伫咧居家办公。交通部长博纳表示，解封了后出外无需要摕声明书，不过伫咧交通高峰期想要坐车的人必须要有雇主的证明，而且11岁以上全部拢爱挂喙安，若无就会处罚135欧元。教育部长布兰克表示，后礼拜开始幼稚园甲小学以自愿的方式恢复上课，反对定牙议员甲专家学者对恢复上课，还有重新启动大众运输系统有真侪质疑。Des tas de gens vont avoir une pagaille indescriptible dans leur vie. Parce que si on leur demande d'aller au travail, ils n'ont pas les moyens de dire non à leur employeur. Alors que vont-ils faire des enfants? 册内公布一份民调显示，超有58%受访者无相信政府的解封计划会成功，超过2/3的人认为讲学校无法度确保师生的安全，有要甲7%的人认为讲大众交通系统无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当时估计讲，虽然非洲目前武汉肺炎咧传也无严重，不过因这个国家若无量早提防，设法抵挡病情四散话，
世界卫生组织恐惊染着病的人数会冲起来到4400万几人，听得嘛，互人感觉真惊吓。肯亚首都奈洛比的街仔路，对伫路另开讲的老人，到坐公车通勤的民众，大家人拢挂喙暗。车牌边仔，佫有专人甲准备就车的人量体温。卖场的推车店员嘛，随时用酒精来消毒。算小的柜台头前排队的人嘛，大部分拢有遵守社交距离的规范。但是离市区无远的贫民区，毋但卫生环境互人真烦恼，因为人吵吵，嘛互民众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无挂喙暗的比例嘛相对较悬。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分部所做的上新推估数字显示，用上悲观的情形来看，新冠病毒伫非洲感染的人数上济可能会达到4400万人，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嘛有可能达到19万人遐济，是现阶段统计数字的几60倍甚至900倍。因为医疗资源较欠，非洲袂少所在流传用偏方来因应传染病。亲像是东南外海的岛国马达加斯加，佮甲土产的芳草地送去非洲西方几内亚比索，讲是要协助友邦对抗疫情。对这件代志，世卫组织的专家是表示，无赞同这种做法。We are advising the government of Madagascar to take this product through a clinical trial and are prepar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 We've also invited them to join the WHO coordinated solidarity trial where other therapeutics are being tested out. 当然，伫部分国家已经采取防范措施之下，世卫组织悲观估计，实现的可能性是相对降低。若是总部设伫法国巴黎非洲报道月刊，上新出刊的报道分析指出，非洲甲其他接近赤道的国家比起来，除了温度较悬，天气嘛非常大，本来就对病毒的生存较不利。另外，非洲的人口结构比起来是较少年，25岁以下占60%以上。甲欧美亚洲因为年岁较悬，较高正做同情的状况无同，就算讲非洲比起来是较落伍，嘛表示非洲的民众下国旅游的比例较低，所以病毒要摊开就无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5月初7，南韩的大财团 LG 公司踮印度一间化工厂发生化学毒气泄漏的案件，有上千人头壳晕，想要吐、喘气有困难，甚至有人昏倒伫路边。印度政府当时表示讲，这桩意外已经造成11个人不幸。不过，国际媒体 BBC 是报道讲，尚无有13个人救无起来。民众拼命要救这倒伫路边的人，救护人员抱紧啊，赶紧离开危险的所在。沿路有人坐咧倒地，又要被喘气，连动物拢倒伫涂骹。这惊人情形发生伫印度，原因出伫附近的化工厂化气体外泄。南韩陆金 LG 组合物，一间伫印度东南部安德拉省的化工厂，当地时间7日透早化学气体外泄。因为代志发生的时阵，真侪民众依然伫困梦当中。化工厂周围3公里上千人出入有毒气体，出现目睭烧、用要被喘气、头壳晕、扁倒，甚至昏迷。మేము ఎందుకు విలేజ్ వాళ్ళకి క్లియరెన్స్ ఇవ్వట్లేదంటే మొత్తం అంతా కూడా రెసిడెంట్స్ కి మేమంతటా మేము సాటిస్ఫై ఒక 4 గంటలు 5 గంటలు రియాక్టర్ టోటల్ గా కిల్ అయిపోయింది ఫర్దర్ ఇంకా ఏ రకమైన ఇది వ్యాపారస్ రిలీజ్ అవ్వట్లేదు అనే దాని మీద出代志化工厂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关厂正准备重开 ，LG 指出，夜班的员工发现气体外泄，紧急通报，暗过情形严重，无法度马上处理，结果发生大火。印度政府派出灾害应变部队疏散附近居民，暗过悲剧已经造成。官方指出11人不幸死亡 ，BBC 是报道至少13人死亡，其中有囡仔。35 और डेथ टोल अभी 11 हो गया अभी जो लेटेस्ट मेरे को कमांडेंट ने भेजा है 11 डेथ。外泄的气体是本意市政府指出，可能是因为原料长期储存，这外泄会赔偿死者家属1000万卢比，差不多新台币400万。也会成立调查小组，LG表示会为受影响民众找出较好的治疗方法。这事故是印度史上上严重的工业灾难之一。1984年，有一间工厂化学气体外泄，数千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转来国内来讲，新德县关西镇的刘定宁镇长，他出面表示讲，虽然镇内原住民的人口敢若占1.8%，不过因为为做原住民的部落、原住民的乡镇，公所所聘用的同仁，煞得要有一定的比例是原住民，还有100万以内的招标案，嘛得要互原住民的厂商优先来标。刘镇长他就开声讲，为着地方的发展，望中央政府得要检讨目前这款法律。新德县关西镇总人口超有28000人，原住民超是500人，占镇内比例差不多是1.8%。
选当年红利做是原乡，互顶公所不管是利用人也是采购的标案，拢受到限制。镇长表示，除了因花莲的新城、玉里这两个乡镇嘛面对同款的情形，伊会联合这两个乡镇来向中央订正，争取红解除原乡的区域。我们约好明天解除了我们3万人的限制，降到2万人的时候，这3个乡镇最起码主任秘书是一个9职等的一个秘书，我们的科室可以多一个科室来办各项业务。我们原住民业务，我们继续来努力来协助。被列为平地乡镇啊，原住民乡镇是非常不对我们镇民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面对地方要要求解除原乡的消息，原住民委员会是表示讲，虽然要退出是真困难，不过可能用其他解决的方法。毛都那边有原住民嘛，但是它其实就是泰雅族的那个传统的一个地区，所以它要推出在法律上的原因很难。那完结的比较能够解套的部分，就是等于说从修工作权保障法，就是因为人口确实很少，所以去降低那个任用比例。关西镇的镇长指出，关西镇最近的人口回流，真侪基础的公共设施拢爱加速，所以伊决定来争取解除关西镇的原乡身份，未来用无同的方式替原住民的乡亲争取相关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到南部来讲，因为雨落少，高雄丁清湖的水位煞一直降低，吨水量敢若剩113万吨，这是21年来上界低的水位。所以公司嘛讲用要无法度抽水咯。目前只有是寄望下礼拜一梅雨季节到，雨会当加落寒。大比湖是高雄第一大湖，过去红号做台湾的西湖。按个今麦看过，原本光熠熠的水面，是嘛煞拢会当看到沙坡啊。这个水位这样看起来很担忧呢，会不会来个干旱？希望赶快下雨啊！大比湖水即马打水上紧啊，较早时咧尔，即马就贵个。逐工来运动的民众上有感觉，自来水第7区管理处表示，将近半冬南部拢无落大雨，水位比抽水莫大的所在搁较低，欠水量创下21年来上低的所在。以我们统计的资料，大概今年是有史以来大概最低，维持到一个最低的一个水位，大概就维持在43%，也就是113万左右。大比湖的水位大甲要大底，为着要维持景观，暂时袂搁抽水来使用。高屏溪的传流量嘛创下历史以来上低，搁无落雨，高雄欠水的危机就伫眼前。记者陈以莹、明昭关高雄报道。高雄公园咱来讲台南，近来有真侪现代剧场演出拢取消，一寡灯光舞台技术人员煞拢拍算着爱改道。当公演过规清出的囡仔出，这个抓风车剧团为着要甲好人才留落来，特别邀请10个过去因较接配合的技术人员开课，互因进修，兼搁提供奖学金。这项计划也得到台南市黄伟哲市长和企业界大力的支持。听老师指令，甲同学进行互动，熟悉彼此的肢体表现。这个创意甲美学课程，唔是由一般演员参加，而是专为剧场的技术人员所打造的。从3月左右，现在一路到9月的案子是全部都取消。那我们本来就是自由接案，靠剧场的演出，我们才能过活。对，那剧场整个停摆之后，我们也就跟着倒霉啊。平常除了私交之外，可能也没有机会一起共同学习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疫情重创各行业，也让表演艺术团体变成重灾区。除了表演者以外，剧场的技术人员也因为无案件迎接，生活大受冲击。所以抓风车自进前专为表演者纾困的欢笑节线上剧场了后，各开办技术人才进修班，目的是要留住剧场人才。从2月份、3月份、4月份都没有工作，所以他就准备要转行。可是他在剧场这一块里头，总共10几年的经验，可能这样没有的。就是我们经常合作有10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就给3万3到2万8。除了创意甲美学课程以外，也有古典音乐、欣赏分析、剧场英语这课程。第一阶段有10个成员参加。台南市政府甲企业也宣布赞助，会增加2班，其中1班会和设置在台南的技术人员。纾困计划，去拍玉兰花都能够领到1万块。我们真的很希望说，我们的剧场工作者、艺文工作者，在企业的赞助下，在国家的支持下，
也能够有一些训练，而且喘息的机会。防疫期间，表演艺术产业面临困境。在等待政府纾困的同时，还阁想办法来自救，希望度过这段艰苦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上课，进前有真侪大学拢伫咧管制出入。台湾大学当就表示讲，因为已经20几天拢无伫国内挖到武汉肺炎的患者，尤其台大电机资讯学院所开发出来防疫1号这台机器，也已经会当真顺时，家己来学校拜访的外客留落出入的记录。但近日5月18，台湾大学的校园就会阁正常开放了。台大防疫1号上新版公开，这台电子学院测试透早3点才完成的机器，除了会当磅下温度、记录路卡，佮有加到天线甲蓝牙，增加 LCD 的荧幕，还佮有体温上过悬会警示的声音。外来的人就没有我们学生证嘛，那我们只有身份证，那身份证上面有条码，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多加一个条码的功能。资料加密袂漏摄，就算讲毋是台大的老师甲学生，嘛会当用身份证、健保卡的条码来检验，甲记录留落来。台大评估，若是7个关节出入口拢有设置，上紧18即天就会当恢复校外人数入来。下个礼拜如果还是跟现在一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应该再隔1周18号，我们就可以来实施这样的部分。甲研究的成果落实伫咧防疫，佮加上疫情控制甲真妥当，今年的2阶段面试嘛顺利完成。台大今年个人申请2阶放榜，1609个人次正处，1185个人次必处，共分增加名额的学系是法律系4个人，工科、海洋系、主管系，还佮有主工系，这3个系是各增加1个人。事实上，医学它每年所有的考生都是满级分，那当然最后它还是争取了50位。那基本上不会有人放弃，所以没有列备取。李宏心指出，今年全国敢若1个考生因为期间检疫无法度面试，成绩改换采取书面审查甲核测。若是19个放调伫咧海外的考生，嘛用另外增加名额来处理，无去影响到其他考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讲3月中旬，云林县政府宣布讲，县内所有校园暂时无要对外开放，各安养机关嘛禁止人去探访。但云林县政府表示，自即时开始，拜6礼拜，校园会当渐渐开放民众入去户外的空间运动，还有安养机关嘛会当驻门大生去探访住伫内底的亲人了。来到学校的门卡口，看到告示写讲校园场地全面暂停对外开放，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云林县府为3月中旬开始，针对县内校园实施管制。不过因为即摆疫情缓和，为今仔开始会开放礼拜6、礼拜日，让社区民众通入去校园运动。那校园呢，从现在开始了哈我们开放礼拜6、礼拜天全天候的开放。那1到5上课期间，我们还是严禁门禁了希望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保障我们孩子的一个安全跟健康。在云林县利润乡的油车国小，因为附近社区的民众过去常常利用早时也是下晡时到校园运动，不过自从校园实施门禁无去对外开放以后，真侪社区民众敢会当伫咧校园四周围活动，就开始去顾虑到安全的问题。没有地方去运动，那就要在学校外围找比较空旷的地方运动因为交通的关系，比较危险。那现在因为疫情比较稳定，所以6日开放以后，他们觉得很高兴。开放的话，当然对我们附近邻近社区的人来讲一些老人运动当然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安全啦。除了校园逐礼拜开放2天，云林县内通向的养护机构原本是禁止访客，若要探时间通透过视讯，即摆也按算采取防疫优先、专业评估、渐进开放，互家属先注文，阁有实名制分配来探视。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台湾银行因伫美国洛杉矶的分行，互人员店厝内办公，结果刷去互诈骗集团，假作是往来客户，发电子批只是银行的人员转账，对方发批了后，银行的人员也无查明，将45万的美金，就是1350万的台票转出去。目前台湾银行已经甲当地警方报案了。
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咧全世界咧传，有袂少企业也有公司即阵拢启动踮厝办公做防疫。不过即阵却传出台湾银行美国洛杉矶分行因为员工踮厝办公，结果却拄到有人假做是银行的客户来骗钱，以 email 方式指示要转销，结果即个银行的行员无发觉 email 内底有一个字母无同，转价45万的美金，差不多1350万块的台票汇入去迄个人的口座内底。我们一般的 SOP 啦哈，就是接收到这种传真的那个指示的汇款的嘛哈，那依照规定的话，必须要跟客户要去 confirm 就有没有这笔汇款了，好，那同仁对这个动作哈，就这一笔就疏忽掉了啦，就没有去做那个 confirm， 好，那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miss了哈。台湾银行表示，这个银行的行员是伫咧厝的办公期间收到这个诈骗的人伊的 email， 因为踮厝办公并无入去公司，所以亚准公司登记以来拢用 email 写批往来的客户，才会遵照伊的指示来转销。代志发生了后，已经向美国当地警察报案，现此时当地咧配合调查。我们是觉得很不可思议，是说一个40万美金这么大的金额，竟然是因为一个银行的疏忽，但是银行现有的机制竟然没有办法发现这个，是觉得比较不可思议的。银行做任何业务流程上面每一个流程应该都有一定的控管，那他们要自己再去检视看看，说他们在哪个流程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事。金管会强调，会发生这案是因为银行的行员并无针对客户个人的资料来核对伊的身份，所以才会发生这个案件。所有的损失定到会由台湾银行来负担，客户的权益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倒转来关心教育问题，高雄市的国校一个咧教特殊教育班的老师，去年去互家长指出伊教学无责任，阁会欺负学生。虽然教师评审会买手是决议要升辅导，不过去年伊又阁无心教学，对今日开始，伊又阁换去别间较调远的学校，听好继续教。早起就规定家长出面讲出实情，人本基金会嘛批评高雄市教育局莫非是伫咧暗槓。2天前，这名学生行路过来人牵的，但读高雄市一间国小的特教班以后，有家长指控内底一名单身老师说爱囡仔家己行，其他学生伫教室跋倒，也是做了有安全疑虑的行为，老师嘛唔插。当年开学1个月，这名家长就第一个帮囡仔转学，嘛甲其他的家长做伙申诉伊无适合教册。如今这名老师也搁伫的，背后要调去偏乡的国小。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是浪费时间。他没有心在教学，我常常去的时候看到他就是在滑手机。你要关心我们偏乡嘛，要找比较好的老师来教，不要把这个偏乡国小都当垃圾场。人本基金会嘛陪家长出面批评，这名老师无心教册，10天前嘛曾经推销营养食品给家长，但2件的教评会拢只有予伊接受辅导。经过调查小组的评估，它是辅导有成效。好，那在这个同时，我们也有就请示就是教育部辅导有效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居然说是可以在下一个新的学校装监视器，非常傻眼啊！那居然教育局也背查这个理由。这名老师最近2学期已经请假200几天，但教育局表示，请假拢有符合规定，调走嘛是由新的学校同意来接收，但若是3天内佫有不同的行为，会重新评估是毋是适合做老师。记者王家川、郭建准报道。咱等来关心咱的环境问题。来讲，桃园苦厝港遮有一片湿地，是国家公告大自然生态保育的地区。来到遮，听好欣赏着200多种野鸟，佫有来过冬的度假。桃园市野鸟学会当嘛表示讲，过来市府若要推动生态旅游，招人来欣赏鸟只，就要警戒，唔通和台中的高美湿地同款，用柴顶一座房仔路互人行，因为安尼生度鸟就拢袂搁再来休了。红星平稳看翠物，佫有规定的太平洋金斑型，苦厝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观测到的鸟种类记录要到200多种。以丰富的物形科甲保育类的东北路是上大的特色。进前佫有鸟友翕到乌面腊杯，苦厝港的湿地保育甲真好。市政府佫按算要向生态旅游来发展，毋过野鸟协会强调讲，袂当参像高美湿地共款来发展。无占道若是通过海岸的中央，会甲度鸟的栖地全部毁掉，绝对会变做生态杀手。
高美湿地虽然有做人流的管制，但是因为整个滩地的纵深不足，木栈道再盖上去，候鸟几乎不会下来栖息。以前我们在高美湿地看到成群的大扫玉，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药照协会建议，可处将湿地生态旅游分区管制，规划核心区、保育区甲游戏区。海关处嘛真好伊回应讲，会伫咧湿地外围设看鸟外步道，保持一定的距离，袂去影响到生态甲岛鸟栖息。创造以这寡岛鸟为主的水鸟生态乐园，会规划一个一定区域的缓冲的一个区块。那这个区块就是为了能够区隔人群跟鸟群之间的一个彼此生活的空间。另外，海关处嘛当地规划伫咧桃园捷运 A15站连接到科处港湿地游客中心，新开的自行车道会去通到南平沙仑景点的地质公园，后面就会当用低碳环保的方式享受生态旅游，了解岛鸟的生态，还有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岛鸟说岛鸟。国情今日来招你听一条歌词，这条歌是宝岛的歌音歌王郭金发老师目前所在，伊一生上届买一条作曲的作品。咱歌词内底见面是写讲，岛鸟无处要飞向何方，故乡的路愈飞愈远，只有白云伴阮黄昏。树叶做枕头，树蛙准眠床。岛鸟飞过春天秋分，乌寒霜冻，路也才长。离开往事，流落伤痕。我若无讲，你嘛莫问。岛鸟啊，岛鸟，郭金发老师伫咧2016年10月不幸来离开去。伊人生上届尾站的时阵，一直想要发表新作品。伊就甲身躯边所有遮较有交陪的人讲：，你若有写歌词摕来，我甲你作曲。其中这条岛鸟也是相共，讲岛鸟的歌词，见面讲岛鸟无处要飞向何方，故乡的路愈飞愈远。国情所在，作词的人，伊就是要将岛鸟这个过程描写对黄昏的故乡迄条歌一种的尊敬的心意。咱知影讲黄昏的故乡，就是文学所主唱秋人作词。秋夏就是文学笔名，这咱也讲过啊。伊敢毋是讲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是咧叫我是流浪的人，无厝的岛鸟。毋则歌词讲岛鸟故乡的路愈飞愈远，只有树叶做枕头，树蛙准眠床。岛鸟也表示讲心内有叮叮塔塔的心事，毋则讲离开故乡，离开往事，流落伤痕。我若无讲，你嘛莫问。郭金发老师写落这条歌了后，结果经过1、2个月，当互人真意外来离开去。落尾新闻报纸也有发表，也有卖出来，讲这条歌，这条郭金发老师用心作曲的歌，虽然无正式发表，不过也有亲笔字，伊写落曲谱，写落伊谱曲的曲谱，是咱今日来听岛鸟的过程，后咱真正流乱。过来下半段的歌词讲，听我的歌声，毋免动情阮。岛鸟配凤凰是有缘无分，看我的形影，毋免欣赏阮。正风也着飞，会好嘛袂杂种。一人一款命，有心拍照，照会正装。人情冷暖，一句感恩。你看天边已经拍蒲光，是啦，飞啊飞，岛鸟沿路行，沿路看。世间的光景虽然。有人听到岛鸟的歌声真哀怨，岛鸟也讲毋免同情阮。有人欣赏讲岛鸟咧飞形影真正水，伊也讲正风也着飞。实在我的心里你毋知，会好也袂杂种。总共千言万语是一人有一款命，人情冷暖一句感恩。虽然飞啊飞，这条歌最后也是留落一点的希望。岛鸟甲咱提醒讲，你看天边已经拍蒲光。这条岛鸟，所有观众朋友，咱做伙来探讨甲分享。过来，咱来讲，近来台湾南北二路不时都发生街路边的树桩去互政府委托的业者修剪了伤过头，剩一棵树身。当有环保团体出面咧逼讲，照因所调查，错落来树蛙有专门人咧收起要发香菇，介绍一栋是政府卖甲1、2千。环保团体嘛提醒林务局，都要赶紧设法，才通保护这路边树。
原本好好的路树去互加做剃头鬼，树叶无去就准拄煞，就连树尾嘛差不多去互错了了，敢若剩光的树心。这寡拢是最近这几年来发生伫咧全台湾各地树仔过度修剪所引起的争议，而且环保团体经过调查，怀疑讲路树修剪落来较粗的树棵，会当卖互技术户的收购业者。我讲你有手骨较粗的，嘿，啊，树枝甲树头无害啦，你爱剁头垃圾啊咧。环保团体透过业者知影讲，若是要卖路树剪落来较粗的树尾，直径爱有一个手骨遐粗，基本上无分啥物款的，拢会当收购。行情价小主要伫咧一栋1600块至2300块不等。上市树的价小搁较贵，会当达到2900块。环保团体嘛强烈怀疑讲，这寡茶叶外会去互填落去香菇的太空包内底，摕来生产香菇或者是木泥。他们修剪下来的时候都做分类。因为它有需求要有一个手骨较粗，那如果剩下比较细的什么伊波矮啦，我们看到高雄的公园在断头修剪，很明显的他们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价值的话就属于公有财产的一块，那这个部分应该在合约里面订定之外呢，再来就是它的主计政风要介入去了解。环保团体嘛认为讲，因为路树里头通测，无怪世界拢有这种乌白修剪的状况，呼吁林务局用早修法控管，若无路树可能会去互愈剪愈惨，失去美化都市野黄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台中的检察官追查出南投一间阿鲁米公司，为着要省炼阿鲁米炉底这废料处理的费用，竟然把废料转卖予台中沙鹿一间地下工厂。废料直接钉伫咧铁厝内底，数量有700几吨。因为阿鲁米的炉底摸到水，对人体是有损害。检察官当已经甲买甲卖这两间公司负责人拢起诉了。早起人员入去到这间铁皮厂房，全部拢挂上翠暗，因为厂房内底拢是怪味，干净所放的废料就产生一座小山。早起人员唔敢大意，因为这拢是提炼铝锭所产生的废铝渣。台中检方追查，为伫南投一间铝业公司，将提炼铝锭所产生的废料以及集成灰，以再提炼为理由，转卖为伫沙鹿的废化公司，就直接放伫遐。为2018年7月到2019年11月，数量有700吨废铝渣属于乙级废弃物，这间铝业公司嘛就出省下大笔的处理费。这700吨，它总共减省了1256万元，就是用它合法处理应该要支付的这个行情去扣掉他实际上支付的37万7千元的费用去算出来的。检方表示，这间为伫沙鹿的公司以价处理，针对这个方式，直接将废铝渣堆放伫铁皮厂内底，而铝属于高敏感的物质，拄到水就会起化学变化，咪造成土地甲环境的污染。就是说它会有易燃性，然后如果流到我们的水里面，比如说它冲到水沟去，它会对人体有害有刺激性。检方估计，这间铝业公司嘛少出省下1000万的处理费，嘛是按短薄制成所产生的量，而且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以及也不定在不实定罪嫌，将两间公司负责人拢总3个人来起诉。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人讲说，爱文种的山野的故乡的屏东县，几日前举办爱文出口去香港红会柜的仪式，这就是望要推广在地优良的农产品。县府这边嘛讲，目前爱文国外订单真济，外销量可能会当达到100吨。2020屏东芒果出口香港丰柜赞，一粒一粒又搁大又搁饱甜的爱文，装伫咧礼盒内底，即阵拢已经冒起货柜车，准备封柜，要销去香港甲澳门。屏东县政府帮山乡合作社当无用伫咧出货，为着推广优质的地方农产，全台湾山野产量第2最的县市屏东县，因为帮寮、帮山、西野抑个春日这的乡镇，地理环境真好，种出来的爱文品质会使讲是1等1，一年的产值大约20亿。县府即阵把握热人，山野大出要拼外销。这一次我们在这个福德合作社这边。那也配合的2年近3年了，然后外销到日本、韩国的质量。那这次提供给所有香港的客户，以及香港客户、澳门客户这边居民的食用。我们希望今天的丰柜能这样呢不会因为武汉肺炎的冲击，能够维持一定的这种销售的量。
屏东县政府表示，这几年拢搁来设置内外销的物流系统，希望透过合作社同齐合作，清点甲分流农产品，拓展国内的销售平台，也打入国际市场，包括北美、中东、科威特等等。希望外销的数量会使达到100吨，进行即阵属疫情升等加真严重的农产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婚林大小姐有一对翁某，对少年的时阵，就真爱投入公益的工课。因退休了后，踮故乡配合政府长期照护老大人的政策，伫咧大西山寮村设一搭长期照护的场所，逐工拢替村内时代安排上课，来帮助这长辈预防失智的情形来发生。伊头前示范的关怀据点人员，带时代同齐做运动，希望让因心情放轻松，来遮叮当骹手，顺续预防失智失灵的状况。秀莲，他一直鼓励说我们社区能够有这个有人出来带动照顾这些长辈。那我跟我先生就想说我们来办一个这个活动，然后就是配合政府的那个目标延缓私人在地健康。婚林大西有一对翁仔某退休了后，选择住山寮村开办长照据点，唔但替整理真侪独居的老人传宗到长，佮安排侪侪无共款的课程。因为以后伊身体较健康，行路较方便，而且伊头脑较袂退化。帮助较好的对大家都真快乐，真有体验。来遮上课的时段嘛讲。据点人员的用心，因拢看在眼内，嘛真感谢因的付出。而且因为关怀据点设伫咧地方的信用中心顺安宫内底，互长辈会使来遮做伙食饭、运动兼泡茶，嘛互生活更较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婚林卖寮旧戏台边，近来新开一间册店，头家是一个伫咧中坑病院上班的少年家，伊就是要甲这间册店建设做卖寮人好厝边。规间店的装潢拢是伊家己去找回收的材料，家己设计出来。未来伊阁讲，嘛要引进替老大人送餐的平台来遮服务。一间细间的册店装潢看起来简单，不过真有特色。即卖时机要伫婚林卖寮开一间独立的册店是真无简单。这是由84年厝的少年头家家己设计装潢的。伫卖寮中间病院上班的伊讲，伊伫卖寮旧戏院边仔开册店，卖当熟悉搁较侪人。那我想要就是可能走出医院，然后去认识更多的人。那我就想到说，我到这边开一间据点或者是一间书店，那我就来这边可以因为一间书店，然后更认识麦寮长庚这里的人。册店内底大细项拢是少年头家家己四处去找人无爱的材料倒来，变做藏册柜仔，用笔来做刀仔。同款伫卖寮开册店的卖寮文化协会理事长嘛，真鼓励少年人，甲伊分享真侪经验甲看法。阅读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在地，更多的人认识一个地方的文化。那他那时候在讲说，这里会成为一家书店，我说很棒，因为每一家书店都有每一家书店的特色。少年头家真有心，想要为地方付出。伊表示，这间册店毋是干那为着要趁钱尔，伊望正做卖仔寮的好厝边，未来会引进帮时大人送餐的平台，要互这间册店有搁较侪功能。记者综合报道。按今日开始，中华职棒联盟开放1000个观众入去球场看比赛，这也是全世界头一个对球迷开放比赛职棒联盟。昨暗伫咧桃园球场，6天对富邦这局比赛，特别请国军来进行开场的活动，佮带大家唱国歌，向第一线伫咧防疫的国军表示敬意。特战官兵派出的 小军特战指挥部60位官兵带领 SF 队形，顶开大巴国旗，伫7暗时宣布桃园球场的职棒比赛开始。中华职棒为4月初5开始以来，拢是以闭门比赛方式进行，测评一个迎接球迷入场。在球场大荧幕，保障国军在疫情期间第一线防疫的努力。33化学兵负责武汉包机等台湾的防疫消毒工作。10位化学兵的代表官兵也在这场6天桃园对富邦悍将最后一场闭门比赛进行，领唱国歌。
中华职棒野线全球比赛，如今也顺利开门比赛。7月暗时就要伫新庄球场甲台中洲际球场开放1000名球迷入场。桃园伫赢这场主场比赛了后，会展开连续客场比赛，按算21才会登到桃园，甲主场球迷见面。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观众朋友，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9度到3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27度到30度，马祖金门澎湖23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